各位乡亲，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严肃，却被很多长辈忽视的健康警讯。你是否曾经在半夜睡得正香时，突然感觉两条腿又酸又麻，甚至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沉重感？那种感觉就像腿上被灌满了铅块，怎么摆放都不舒服，甚至想睡都睡不着。这种半夜的腿部绝对不是单纯的累，更不是老了就该有的现象。如果你在晚上睡觉时，腿部经常出现这种疼痛，却没有认真听，到最后你可能正在错过一个让血液循环一年比一年更差的关键原因。这不只是痛而已，这是你的静脉回流越来越差的讯号，代表你的血液在下肢塞车了。当血液回不去，心脏、身体的修复功能就会停摆。有一个来自日本但经过临床调诊的秘密方法，可以帮助你改善。很多人每天在厨房都看见这个食材，却用错了1倍，只导致吃了一大堆，却完全没效果。在深入讲解前，请务必先做一件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你准备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在认真听这段重要的资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一个1。如果你觉得还好，请打一个0。你的反馈对我非常重要。很多长辈忽视这种半夜的求救讯号，最后导致严重的静脉栓塞或慢性发炎。我们今天不只要治标，更要教你如何从根本改善。很多患者来到门诊时，都会一脸苦恼地问我，医生为什么？我白天出门买菜、散步都好好的，偏偏一躺到床上，这双脚就开始作怪。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作机制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子，而血管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血管这条路既平坦又宽敞，车子跑得飞快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这条路开始出现坑洞，路面也变得越来越窄。特别是静脉，它就像是一条慢长的上坡路，血液必须对抗地心引力，辛苦地从脚底爬回心脏。白天你走动的时候，小腿肌肉会收缩，就像是一个自动帮浦，帮忙把血液往上推。但到了晚上，当你整个人躺平不动时，肌肉休息了，帮浦停止运作。如果你的静脉瓣膜已经老化，就像是一扇关不紧的坏门，血液就会在重力的影响下，在你的小腿处淤积塞车。这种塞车产生的压力会刺激神经，让你感到酸麻重。这真的不是单纯的年纪大，而是循环机制出了问题。如果不去理会，血管壁会因胃长期受压而产生发炎反应，这就是胃什么你的腿会越来越肿。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让血液这部车子在没有肌肉帮忙推的情况下，也能顺利翻山越岭回到心脏。现在我要揭晓那个关键的健康秘密了。很多老朋友听说吃大蒜对心血管有好处，于是每天在炒菜时放很多，或者吃饭时顺便配几颗。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，多数人一辈子都吃错了方式，这样吃不仅没效果，还可能让你胃口酸、胃不舒服。这个真正的技术秘密，重点完全不在于你吃了多少大蒜，而在于你有没有用对时间和用对方式。这是一个被多数人忽略的关键环节。真正的关键答案是，你必须在睡前使用生的大蒜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绝对不能切开后马上吃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关键不是吃多少，而是
你有没有等那10分钟？这10分钟的等待，就是决定大蒜是调味料还是天然良药的分水岭。多数人为了省麻烦，或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原理，一拍碎就丢进锅子煮，或者直接吞下肚。你要知道，大蒜本身并没有最强的药效，它必须经过一个化学反应，才能转化出真正有用的成分。如果你直接整颗吞下去，胃液会迅速破坏大蒜里的活性酶，让你吃下去的东西只是在胃里绕一圈，对你的下肢循环一点帮助也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他天天吃蒜却没感觉的原因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这神圣的10分钟内，大蒜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惊人的转变，以及它如何成为你血管的救星。为什么我如此执着于那10分钟？这背后有着非常扎实的生物化学逻辑。在大蒜的细胞里，原本蒜氨酸含蒜酶是分开存放的。当你用刀把大蒜拍碎或切碎时，这些细胞壁被破坏，这2种物质才会正式相遇。这就像是火药跟引信必须凑在一起，才能引爆健康的力量。这10分钟的静置，就是让酵素有足够的时间去启动反应。只有在静置完成后，大蒜中最强大的活性物质蒜素艾林森才会被大量合成出来。这个种物质一旦进入你的体内，会产生3种对腿部循环至关重要的影响。第一，它能促使身体释放一氧化氮，这是一种能让血管放松的天然讯号，让原本紧绷狭窄的血管道路变得宽敞。第二，它能降低血小板的凝集，让你的血液不再像粘稠的浆糊，而是像清澈的水一样流动顺畅。第三，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，能让血管壁的发炎反应下降，舒缓那种钻骨的酸痛感。为什么要在睡前吃？效果最好。因为深夜是身体进入修复模式的时刻，这时循环会重新分配。当你在睡前提供这些活性蒜素，就像是在血管休息前特地派了一群工程师去清理那条上坡路，让血液在最安静的夜晚也能轻快地流回心脏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大蒜，只要稍微改变吃法，就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生理效果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发生在台中的真实故事。这位老患者叫林美秀女士，今年69岁，退休前是一位在小学教书的老师。美秀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，30几年来每天都要站着讲课好几个小时，这双腿就是她的职业勋章，但也成了她晚年的枷锁。美秀老师第一次来看我时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憔悴。她语带哽咽地告诉我，医生，我以前最喜欢跟邻居去散步，但现在我连床都不敢躺下去。原来她每晚都要因为腿部的抽痛惊醒2、3次。那肿痛不是刺痛，而是一种像是有千万只马已在骨头里转，又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小腿上，让他怎么翻身都找不到舒服的角度。他告诉我一句话，让我听了很心疼，医生，我不是不爱睡觉，是我真的不敢再睡了，因为每睡一次就要痛醒一次。那种对黑夜的恐惧比病痛本身还折磨人。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他开始血压升高，本来最爱的清晨健走也完全停掉了，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，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后来我耐心地指导他使用这个正确的大蒜处理法。美秀老师一开始也很怀疑，心想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始尝试。第1周，他觉得腿部沉重感减轻了。到了第3周，他开心地打电话到诊所，声音都亮了起来。
他说他昨晚竟然整整睡了6个小时，中途完全没有被痛醒，持续到了2个月后，美秀老师原本因胃循环不好而导致的腿部肿胀明显消退了，小腿变得轻盈，皮肤的色泽也从暗沉恢复了红润。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社区的健走，对每天笑口常开，看着他找回生活品质，我真的很替他高兴。健康其实不一定要花大钱，正确的方法往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。现在请各位老朋友准备好笔记，或者是拿出手机把这一段录下来。这是我总结出的最精确、最具实践价值的操作步骤。请记得，这是在制作你的血管保养剂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。第一步，准备半颗新鲜的大蒜，请一定要挑选结实、没有发芽、没有发霉的蒜瓣。新鲜大蒜含有的活性成分才是最充足的。第二步，将这半颗大蒜彻底拍碎或切成极细的蒜末。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可能破坏大蒜的细胞壁。碎屑越细，蒜胺、酸雨、蒜酶接触的面积就越大，产生的蒜素就会越多。第三步，静置10分钟，这是一切的核心。把这些蒜末平铺在小碟子上，让它们与空气充分接触。这10分钟里，化学反应正在剧烈发生，请耐心地看着时钟，少1分钟都不行。第四步，调和缓解。生大蒜非常辛辣，直接吃会伤胃。我建议加入1小匙的纯天然蜂蜜，或者是几滴顶级的初榨橄榄油。蜂蜜能形成保护膜，保护胃壁，而橄榄油则能帮助大蒜中某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，也能中和那股刺鼻的辛辣味。第五步，睡前30分钟服用，这能确保蒜素在进入睡眠状态前已经开始在血液中巡航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不能整颗吞？因为整颗大蒜进入胃部后，胃酸会立刻让酵素失去活性，蒜素根本无法合成。那为什么不能煮熟呢？因为高温会彻底杀死所有活性成分，让它变成普通的调味料。虽然生食会有一点口气问题，但为了那双健康不痛的腿，这点牺牲是完全值得的。只要你按照这6个步骤一步步来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细心照料。很多心急的老朋友会问我，医生，我今晚吃了，明天是不是就不痛了？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，这不是强力的西药、止痛药，这是一个身体重建的过程。我们的血管道路已经塞车，受损了好几年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焕然一新。根据我观察过那么多患者的经验，效果通常会按部就班的出现。在开始尝试的前7天，你会先感受到睡眠品质的改善，那种因为腿部不适而产生的焦虑感会减轻，半夜惊醒的次数会开始减少。这代表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学习放松了。到了3周左右，这是一个关键期，你会发现原本那种深层闷闷的夜间疼痛明显下降。早上醒来下床的那一刻，你会觉得脚步轻盈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腿上有重担。这表示血液回流的效率已经提升了。如果你能持之以恒坚持到2个月，那变化会让你惊讶。原本因为静脉曲张或循环不良导致的小腿水肿会有显著的消退。很多长辈这时会发现，穿袜子时勒痕变浅了，皮肤不再绷得难受，这代表你的身体循环已经回到了一个稳定健康的轨道。请记住，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你给了身体
正确的原料，让它发挥自我修复的本能。只要你愿意给身体一点时间，给这套方法一点信心，那种双腿轻快、生活充满希望的感觉，一定会重新回到你的身上。这就是自然疗法与时间结合产生的美妙变化。虽然大蒜是天然的食材，但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必须秉持专业的严谨，提醒几类特殊情况的老朋友，在尝试前要特别留意，这不只是关乎效果，更是关乎安全。首先，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或阿司匹林，例如曾经中风、心脏装过支架的朋友，请务必先询问你的主治医师，因为大蒜本身就有很强的稀释血液、防止血栓的作用。如果跟药物加在一起，可能会让你的凝血功能过低。其次，如果你本身有严重的胃溃疡或慢性胃炎，生的蒜末对胃壁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。对于这类朋友，我建议分量要从1小半开始尝试，而且绝对不能空腹吃，一定要配上较多的蜂蜜或橄榄油来保护胃部。最后，如果你近期内有安排手术或拔牙，请在手术前的2周停止这个方法，确保术后的伤口愈合与凝血正常。对于大多数身体状况稳定的长辈来说，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辛辣感太强，可以先从少量开始，重点不在于量大，而在于持续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温和长期的体质改善，而不是冒险的尝试。这种严谨的态度，是我对每一位乡亲的责任，也是医学的精神所在。安全第一，健康才能走得长久。好了，今天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个简单却强大的双腿重生计划。其实只要记住简单的口诀，拍碎蒜等10分钟，加点油蜜，睡前吃，天天做，这5个简单的动作，或许就是你找回健康睡眠、远离腿部酸痛的最短捷径。在追求健康的这条路上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持续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要想着一天就能脱胎换骨，而是要告诉自己，我每天都在为我的血管做一点点努力。当你开始温柔地对待你的身体，身体一定会用最好的状态来回报你。我真的很希望每一位老朋友都能远离那种半夜痛醒的苦楚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或者你身边也有长期受腿痛困扰的朋友、亲戚，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你的这份分享，可能就是帮他们改善生活品质的关键。也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目前的腿部状况，或者你尝试这个方法后的任何感受，我会尽量抽空跟大家互动。健康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段优雅的生活旅程。希望今晚每一位老朋友都能有一场香甜无痛的美梦。下一支影片，我将会分享关于如何挑选对心脏最有益的天然食物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